環團批評政府的建物光電新制呢，8月初一實施，不過煞在前一天宣布先排除一般主體，也閣有辦公甲服務類型的建築，安尼等於是會減少要落成的厝頂光電設備，因為這唔但是影響到台灣的能源政策，同時嘛影響到咱國家的能源韌性。日本於2023年通過再生能源發展條例，規定建築物到一定的規模，厝頂就要設置光電棒相關的設置措施。建物光電新制在今年8月初正式實施，但是環團拜三在行政院頭前抗議，因指出政府原本規定，無論是新起的或者是增建、改建的建築，但是超過1000平方公尺，就要設置光電棒。所以實施的前一天宣布，排除一般的主體和辦公服務類的建築。環團批評，安尼減少將近60%的光電設置。其實真正要追究的是什麼？是設計、施工、固定跟查驗有沒有符合規範。現在我們今天的這個屋頂光電新制，就是要讓新建物從一開始就有就把光電和結構、防水、耐重、施工、管線維護一起設計，這樣子才可以更安全。環團指出，光電棒的設立已經有真完整的規定和安全的標準，而且政府在去年就預告草案要實施，經過年外應該當建立配套的措施。即馬使用光電棒設立了後，管理和安全的維護也有疑慮，宣布先將部分的建築排除。若行政程序有問題，嘛影響國家的能源韌性和淨零的政策。在德國的這個太陽光電就已經有佔比是15%到17%了哈。那屋頂型太陽光電其實是主要是一個主力。在法國它也是一樣，新建屋頂還有大型的這個停車場一定要設置一定的太陽光電。日本也是一樣哈，就是強制一定規模的新建築哈，那就一定要設置太陽光電板，尤其是在東京都這個地方。環團表示，錫光電是國際趨勢，會有政府愛經建立配套的機制，和完整的政策會使在今年12月進行實施。另外，嘛應該針對外界質疑的行政程序制度提出說明，趕緊建立中央和地方協調的平台，和台灣的能源轉型會當有進一步的發展。記者歸宗林林曉凱台北報道。